鸡仔水甲鸡仔粿，做事人切干的骹筋会互田涂寒酸，目甲乌鬼鬼，搁淡糊糊。摕转来，干那浸水是洗寒酸尔，着爱用湿文出力去烂，才有法度去拉残。白皮粗布仔剪转来，拢有先捻过，才敢摕来用。散赤人要捻的步数有2款，头一项是火灯笼捻铺色，甲大灶的生仔鼎，并尻川起来用菜刀敲，迄烟幼咪咪的乌烟，就是鼎烙。第二项就是山顶生甲满世界的机能，会使捏咖啡色。这2种色料面粉阁好找，看起来就毋是真清气款，捏来做骹筋上合。衫仔裤、骹筋要去拉残，穿起想的好野人，生成是要湿文来烂较省工。小可会得过，会使穿地裤来洗东洗西，嘛真利便。若拢无半身的人，就捡一寡早就晒甲强要反白的稻果草，甲烧做火敷，跳起哩茶桶仔内，才向滚水来淋过，浸好透，停好冷气。家己会豆豆仔坐清，好咧啊！甲顶沿黄黄的鸡仔水倒出来，摕来洗衫裤、骹筋，同款有用效。甲湿文地裤来比拼，颠倒无较输。伫台湾光复的前后，无当买着湿文的老板，毋管好野、散赤。足侪人拢安尼得病。鸡仔水嘛通摕来做粿，存做布田挂伫的点心，黄黄芳芳，阁真好食款。会得过的人去柑仔店买鸡仔油来掺，是较头路得的步数。手头按呢，才有地向滚水烧稻果，先甲尖仔米。卡入去石磨仔，磨做浆，扣入去锅底仔，沥水互较打一时啊。同齐淋鸡仔水甲乌糖落去鼎底，哪香火，哪起过互焦，才跳起哩人酸来吹。鸡仔粿是毋是有色？用猪翅就知。倒落去，搁扣起来，若袂黏滴。就是色啊！作者那春水。